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6月21日，永生真神。歡迎收聽每日箴言，我哋一齊聽一段嘅聖經，以賽亞書嘅第40章21節，同埋創世記第1章。你們豈不曾知道嗎？你們豈不曾聽見嗎？從起初，豈沒有人告訴你們嗎？自從立地的根基，你們豈沒有明白嗎？創世記第1章，起初神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。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神說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開了。神稱光為晝，稱暗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這是頭一日。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，將水分為上下。神就造出空氣，將空氣以下的水、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空氣為天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神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，使旱地露出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旱地為地，稱水的聚處為海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各從其類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神說天上要有光體，可以分晝夜，作記號，定節令、日子、年歲，並要發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神造了兩個大光，大的管晝，小的管夜。又造眾星，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晝夜，分別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，各從其類。又造出各樣飛鳥，各從其類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就賜福給這一切，說滋生繁多，充滿海中的水，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五日。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，各從其類，牲畜、昆蟲、野獸，各從其類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神造出野獸，各從其類，牲畜，各從其類，地上一切昆蟲，各從其類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，
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：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，也要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。神說：看啊，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，全賜給你們作食物。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，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6日。以賽亞喺呢度咧提出咗更多嘅反問啊！呢啲嘅問題咧喺度強調一個事實，係我哋對神嘅認知，並非乜嘢新鮮嘅事或者聞所未聞嘅事啊！相反嘅，呢啲都係從起初自創造以來就有嘅神聖啟示。但係神嘅子民卻係時時表現得咧，仿佛對神一無所知，對神認知嘅缺乏，就係通往災難嘅大道啊！因為如果我哋唔認識神，我哋就會滅亡。同樣需要特別強調嘅係，我哋之所以能夠認識神，僅僅係因為佢主動啟示咗自己，通過受造之物，通過人嘅意識，通過聖經，以及最終通過基督耶穌。而呢一切都係有賴於聖靈嘅幫助。因為神通過咁多嘅方式向我哋顯明咗佢自己，所以呢一種嘅知識顯然係人人都可以獲得嘅。我哋可以喺受造物當中見到神嘅作為，因為呢一個被造嘅世界咧，有力咁樣彰顯住佢。我哋都可以喺聖經呢個係由聖靈所啟示嘅，去當中去睇到神嘅旨意，以及佢為我哋所預備嘅救恩福音。我哋更加可以喺救主耶穌基督裏面見到佢奇妙嘅恩典啊！呢一位創造並且建立宇宙嘅神掌管一切，去統治並且維繫住萬有，因此我哋可以坦然嘅去信靠佢。你係咪都已經認識呢一位永生嘅神呢？並且知道佢係幾咁眷顧你啊？佢渴望賜予你豐盛嘅生命，好叫你能夠與佢永遠同住。主啊，感謝你將自己顯明俾我哋，求你都幫助我哋始終嘅信靠你，引領我哋喺信心道上去成長，並且喺各處嚟到分享你愛嘅福音。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